大家好，今日由立春同大家一齊讀《易經》的智慧。上一集講到文王喺獄中寫嘅《易經》，為咗避開商紂王嘅迫害，好多說話唔可以直接講得咁明白，唯有用吉、凶、悔、論呢一啲卜世詞語去解釋自然同社會嘅普遍規律。結果令到《易經》呢一部蘊含住中華文明大智慧嘅書，由一誕生開始就俾人蒙上一層神秘嘅色彩。但係點解曾教授又會話，其實咁樣反而係一種幸運呢？《易經》因為被當係卜世之書，就咁避開咗秦始皇焚書嘅嗰一個劫。當年秦始皇要燒晒天下嘅書，有人同佢講，《易經》呢本書唔使燒，因為佢係卜世嘅書，係老百姓占卜用嘅，搞迷信民間用嘅嘢。可見《易經》用嚟占卜當時盛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。秦始皇一聽，覺得呢一啲書留翻俾老百姓用都冇乜所謂啊，所以就冇燒到啦。《易經》因為本身嘅神秘，就咁避開咗秦火，搞到好多人話《易經》真係好神啊，連自己有一劫都算得到，一早就可以防範。我覺得呢一個又唔使講到咁神化嘅，因為秦始皇總要留一啲嘢俾老百姓用，佢想燒嘅主要係讀書人讀嘅書，佢有佢嘅用意。秦朝之後，漢朝興盛，漢朝最大嘅問題就係將易經分成兩部分，一個叫術數，一個叫易理。咁樣基本上已經違反咗一陰一陽之謂道嘅精神，因為易經講嘅係融合，所有嘅分都係為咗合。太極可以分兩儀，但無論兩儀點樣變，最後都係回歸太極嘅狀態，一靜一動，動完又靜，靜完又動，咁先至係有變化。我哋為咗研究嘅方便，將易經分成易理同埋術數去研究，呢一個無可厚非。但如果直接了當話術數係迷信，只有易理先至係啱嘅，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偏之見。我認識一位學者，佢一生主張只有易理，好憎人算命同埋睇風水。佢覺得嗰啲全部都係一派胡言。但係好唔好彩，呢一位先生最後自殺咗。可見一個人完全講道理，就少咗一個情字，好少有同理心。情同理係要結合埋一齊嘅，完全講道理到最後，人哋會發現好多人過分理智，最後連自己嘅生活都安排唔到。如果淨係講術數嘅就更加可怕，咁就真係易經嘅大不幸。但我哋民間流傳嘅好少係易理，因為易理多數喺讀書人嘅手上，而讀書人讀完又未必識得用。民間流行開嘅係啲乜嘢呢？算命、睇風水、擇日，甚至連姓名學都撈埋一齊，反而搞得紅紅火火、熱熱鬧鬧。呢一啲花樣令到外行人就覺得好神秘，搞到迷信都出埋嚟啦。我哋以前叫呢一啲做神通，但係其實世界上冇神通呢回事，神通就即係推理。民間將易經推廣得好流行，搞到今時今日一聽到易經，個個都覺得係算命嘅，好似成個易理俾人撇走晒咁。實際上讀易經讀到最後係要明白道理，否則周文王嗰份苦心，周武王嗰句人為萬物之靈幾乎都唔見晒。今日我哋一講到八卦，即刻就有人覺得係笑話，係荒誕不經，冇根據，搞嚟搞去都唔知講乜，咁樣就真係愧對祖先啦。人類嘅寶貴智慧淪落到呢個地步，淨係因為當年嘅以神道設教咩？但我哋可以去怪周文王咩？當然唔可以。好多事要用翻當時嘅狀況去判斷，而唔係用而家嘅狀況去判斷。今日嘅粵語誦讀到呢一度，下次再見。